我首先要多謝3位後生仔女參與聲演，由 Canapé 贊助嘅青春愛情廣播劇《5個月的夏天》。事不宜遲，不如等3位主角介紹下自己先。不如男主角行先，有請 Trevor。各位好，我係 Trevor， 今年先至開始做播音員。我飾演嘅係阿峰，角色係一個大學生。多謝晒 Trevor， 跟住到女主角，有請 Queenie。我哋俾啲掌聲 Queenie。唔好意思，有啲緊張。我叫 Queenie， 同 Trevor 一樣，都係第一次做配音。我個角色係祖兒，係一個女大學生。多謝 Queenie。咁最後到 Jaden， 哇，你好高啊！有請我哋嘅第2男主角 Jaden。哈哈，其實我應該係男配角，係咪啊，彪哥？我係 Jaden。各位好，我聲演嘅係劇中 Trevor 個好朋友阿恒。多謝 Jaden， 多謝3位。咁我哋唔好劇透 Jaden 先，講少少你個角色。阿恒呢個名咁搞笑吓，真係講好似唔係幾好喎。你講多少少啦，你見老闆猛拍手掌。個名嘅意思就有個位用嚟坐嘅，成日都好行，係咁樣啦。呢個角色性格點嘅？成日搞事，古古惑惑，簡單啲講就係主角嘅豬朋狗友。好啊，收到。我見到 Queenie 望住你笑，而家到 Queenie 講下。我配音係祖兒，係一個好可愛嘅女大學生，性格好爽，好開心嗰隻。咁靚唔靚噶？梗係好靚女啦。祖兒靚啲定你靚啲？兩個都咁靚。好啦，多謝晒 Queenie。最後 Trevor， 你講少少。各位好，我演嘅阿峰係性格內向，又會包庇佢好朋友阿恒。會唔會2個爭女仔啊？唔可以劇透喎。好，咁我哋一齊賣多個廣告。由 Canapé 贊助嘅青春愛情廣播劇《5個月嘅夏天》，幾時開播？ 5月9號正午12點。好多謝晒各位。